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阮就是一个有限软正的人，阮也真习惯阮身躯边的工具，总是求上帝帮助扶持，互阮无互这个世间的工具限制，直到阮忽略你的话，求上帝帮助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受宗教改革家的影响，甚至直到19世纪末，就是差不多100几年前，神学家大部分个认为罗马书第9章到11章，甲罗马书这卷册的主题关系真少。当时的神学家，19世纪的神学家进前的神学家是认为讲，这只是保罗个人的关心，甚至阁有神学家想讲，这应该是保罗家己搁拉天去的。总是近代学者慢慢调整这种眼光，要讲罗马书第9章甲11章的内容。新约的学者 Wright， 伊就认为罗马书第9章到11章其实是保罗对弥赛亚的角度重新讲一摆以色列的历史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什么话叫做以色列的历史？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上帝救赎的历史。保罗咧调整这种眼光，爱新的以色列人，就是咱这群上帝的子民，调整这种眼光，爱看见一个事实。咱来知保罗伫罗马书第1章到第8章，咱通用两个词，咱也用上简单即摆讲的两个词来形容罗马书第1章到第8章。两个词，第一个词叫做因为信被称义。因为信，我会当因为信，毋是我会当安尼标准哦，是互上帝称义，互上帝判无罪。第二个词叫做伫基督内底，在基督里。伫基督内底，罗马书第7章到第8章，其实拄拄咧讲苦，迄个人的苦，人无法度，所以咱无法度瓦靠过去的人，瓦靠的是律法，总是现在咱只会当瓦靠圣神的贵力。伫基督内底，就是安尼来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过去以色列人，上帝百姓身份表达因身份的方式，就是律法。总是伫耶稣基督了后，伫基督内底，圣神就取代律法，成做上帝百姓的记号。那安尼有一个问题走出来，迄群唔相信基督的人咧，伊要走去倒？这就是保罗透过第9章到11章，罗马书第9章到11章，要甲咱讲的。罗马书第9章第1节到第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做一个属基督的人，讲实话，无白贼。我的良心受圣神感动，甲我做证。我非常忧伤，心内痛苦无停。保罗提起伊对伊的同胞，就是遐也未信的犹太人，因无得到福音的忧愁甲痛苦，用两个作证。第一个就是伫基督内底的我，迄原文是伫基督内底的我，以及我的良心。咱来知影，这两项其实伫罗马书一开始就有，但咱讲特别是第7章咧讲迄个良心的代志。
伊讲即两个见证我的内心痛痛是真的。罗马书第9章第3节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为着同胞，我的骨肉至亲，本身若着受咒诅，甲基督隔开嘛甘愿。犹太的哲学家陶贝斯伊安尼讲，伊讲头前。罗马书第8章的38节到39节，保罗才安尼激动讲，无论啥物拢袂当互咱甲上帝听隔离。咱来知影，迄个毋是分开的吼，遮个拢是连做伙。啊，头前拄保罗单安尼讲尔，结果这个时阵，煞伊安尼讲，伊愿为着同胞甲主隔离。安尼读起来是毋是有前后矛盾？总是却是一个要紧的转折。保罗的挣扎甲痛苦，其实甲出来其实32章，摩西甘愿为着同胞，互家己的名对性命册来读去共款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迄是确实无毋对，迄拢是个人的祈祷。摩西当时也向上帝祈祷，保罗伫遮嘛向上帝祈祷。总是保罗伫遮搁较要讲的是，福音是关系到万百姓的，这其实是一个真要紧的宣告。路加福音书第2章第10节，迄个所在天使就吟唱啊！迄个所在，天使就吟唱，福音是属于万百姓的。那安尼换一句话来讲，福音就不只是个人的罪得到赦免、永远性命的毋茫尔，福音嘛指向所有的族群，当然其中包括犹太人。然后刷落去，保罗是安尼描述啥物会伊所认捌的犹太人。罗马书第9章4节到第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是以色列人，上帝拣选因做囝儿，使因用光约律法、礼仪甲应允，因是族长的子孙，照血统，基督甲因共作，愿超越万米的上帝得到称赞到万世代。阿门。所以保罗列出以色列人的7个特权啊，因生命中有7个特权呢。然后基督是上尾一个，毋是基督是第8个啦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因上终极的特权，因为对血统来看，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人。近代神学家曾仕汉伊注意到保罗伫遮放入约，这个约原文是复数，换一句话来讲，会当翻译做假的约。所以这拄好是新约正典进前来显出上帝早就予以色列人的恩惠。上帝拣选因做囝儿，这其实是出来记第4章22节。上帝爱摩西对法老讲，以色列就是伊所收养的迄个囝儿大囝。然后出来记34章29节到35节，是因有见证着上帝荣光的一群。这个约是指亚伯拉罕的约、大卫的约、摩西的约，有摩西赐予因律法，上时也伫旷野内底，上帝赏赐因有敬拜、献祭、礼仪甲应允。上尾保罗用阿拉上帝来做这段的结束。
罗马书第9章第6节 A 段啊，即群人是遮尔过去的遮尔受拣选啊，太上帝应允无到伫因身躯顶头，这就是保罗的疑问。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安尼毋是讲上帝应允无实现。斯托德牧师是安尼讲，伊讲看起来部分以色列人无接受基督，亲像上帝应允无实现。总是毋是，因为本来就有两种以色列人，一种是雅各血统顶头的后裔，另外一种是灵性顶头的后裔。罗马书第9章第6节尾段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因为毋是所有的以色列人，拢是上帝的选民。保罗其实伫这张批的一开始，伊就讲起伊的立场。伊讲，真正的犹太人是啥物款的人啊？罗马书第2章28节尾到29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其实外表做犹太人的，毋是真正的犹太人；伫肉体所受外表的割礼，嘛毋是真正的割礼。真正的犹太人是内在的，真正的割礼是心的割礼，是圣神的作为，毋是靠律法的条文。近代神学家指保罗到第9章的时阵，伊用以色列人来称呼，毋是用犹太人来称呼，是伊特别安排。因为犹太是当时的外邦人咧指某一个地方，也是族群的写法，也是称呼。总是以色列是啥物货？以色列是对上帝赐奉雅各的名开始的，所以这甲这个进前信仰的前辈传统有关系。以色列嘛是有宗教的意涵。保罗透过安尼要对受批的罗马教会以及咱来讲，以色列是一个甲上帝立约的身份。这个身份袂因为受掠去，或是你是属什么款的族群来无同。过去旧约的律法、敬拜、敬字的名分、上帝的荣耀，搭伫基督内底，拢是上帝恩典的应允。这拢是上帝的应允，所以上帝的应允绝对无空空。保罗就伫遮举第一个例，罗马书第9章第7节到第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亚伯拉罕的子孙嘛无拢是应允的子子。上帝捌对亚伯拉罕讲，对以撒生的，才通算做你的子孙。安尼是讲血统的子子无一定是上帝的子子，只有对上帝应允生的，才算是上帝的子孙。因为应允的话是安尼讲：时机到，我会过来，撒拉会生一个查甫囝。咱爱知影亚伯拉罕不只生以撒，咱知影伊阁有生啥物人嘛？伊阁有生以实玛利。事实上，照圣经的记载，创世纪25章第1节到第6节，伊阁有一个某叫做基述拉、基托拉，为着亚伯拉罕生真侪囝子。那安尼是安怎？上帝会讲，因为对以撒生的，才要称作你的后代呢？这就说明所有甲亚伯拉罕有血缘关系的人，
毋是所有甲亚伯拉罕有血缘关系的人，才会成做上帝应允的囝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咱的囝儿嘛，无的确是应允的囝哦。检采有人会安尼讲啊，这其他的人，其他亚伯拉罕带的，这拢毋是伊的某。所以保罗刷落去，延续这个故事解说，伊阁举另外一个例，第二个例，创世纪第9章第10节，做伙来读，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。毋若安尼，利百加的双生囝嘛是对共一个人，就是咱的祖先以撒来怀孕。咱爱知影头前，咱已经讲上帝讲的哦，上帝讲的话讲，对以撒生的才会当称作你的后代，对无？啊，即摆以撒生的哦，以撒生的哦。雅各甲以扫是共一对父母所出的，因阁双生仔咧。罗马书第9章11节到1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毋过为着要表示上帝确实根据家己的目的来竞选人，伊对利百加讲：大个会服侍小个。即句话是伫因也未出世、也未最好、也是最歹以前，上帝所讲的。安尼，上帝竞选毋是根据人的行为，是根据伊家己的选调。安尼有够清楚无？保罗其实讲得真清楚。保罗讲，就亲像上帝，以撒生的哦，上帝啊嘛是共一个父母哦。上帝竞选雅各，以及后来上帝竞选咱，呼召咱成做基督徒伊的囝儿共款。上帝的竞选指出伫伊家己。甲血缘、血统、甲行为无关系。然后后来即句话有较大的争议。罗马书第9章1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照圣经记载，雅各我介意，以扫我无介意。原文是雅各我疼，总是以扫我怨恨。原文是安尼。保罗其实伫遮是引用70士译本马拉基书的第1章第20到第3节，来补充说明头前伊所讲的迄个上帝的竞选甲伊的主权，伊的竞选甲伊的气杀，拢是上帝主权。总是这绝对毋是教会，就是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这个现代国家拍巴勒斯坦的圣经根据。所以咱就知影有人利用这，你讲以色列现代国家，以色列拍巴勒斯坦，这个叫做圣经根据。咱来知影创世纪甲保罗所讲的是历史上雅各甲以扫互相的关系，因是两个国家、两个族群的先祖。这毋是一个预言，就是永远的命运。总是经文来互有心的人、有心的人、现代的人来误用，是会造成族群的对立，甚至用上帝的名来害人。这就叫做时代悲剧。近代学者佮对人讲，对创世纪原文来读，迄个大个爱服侍小，佮会当理解做将来迄个毋是迄个长幼的秩序，是强的爱来服侍弱的。所以咱若
用今仔日的处境来看，咱来知影是啥物人应该服侍啥物人，啥物人较强？迄个强的是服侍税，也是欺压税。罗马书第9章1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安尼，咱要讲啥物？上帝无公道是无？绝对毋是。原文是讲，咱会当讲上帝不义吗？保罗其实伫这条批的一开始，伊就安尼讲。罗马书第1章1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义，福音展现的上帝的义，除了律法，我拄已经讲过，除了律法以外，事实上，阁有一个义真特别。罗马书第3章25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帝立耶稣做赎罪祭。通过伊的死，互人对神来得到赦罪。上帝用安尼来显明伊的义，有读到无？除了律法是上帝的义，这就是上帝怜悯的义。保罗是安尼讲，上帝伫基督内底竞选甲怜悯，显现出来怜悯的义、主爱的义。咱绝对袂当讲伊是无公平的。克兰菲德是安尼讲，伊讲即段话所讲的，毋是上帝迄个绝对无受限制的自由，是上帝怜悯的自由。罗马书第9章的15节，刷落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捌对摩西讲：我要怜悯我爱怜悯的人，我要体贴我爱体贴的人。保罗伫遮其实是引用上帝对摩西所讲的话，出对迄个出来记第33章19节的后壁。伊是毋望这罗马受迫的人明白，过去以色列背逆。咱来知这段话是安怎来的吼？这段话是以色列人趁摩西无伫的，就偷偷拜金牛啊，迄个来。所以上帝就对摩西安尼讲，上帝生气。所以伊是保罗引用，是毋望受迫的人明白，过去以色列受上帝怜悯款待，毋是因走了着，做了着。上帝怜悯完全是伊的主权，打也是。罗马书第9章1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以上帝竞选毋是根据人的意愿，也是努力，是出自伊的怜悯。原文是安尼讲，打看来毋是在伫意愿，嘛毋是在伫奔走。是在伫怜悯的上帝奔走，迄个原文的意思。对人的角度来讲，咱凭着家己的意愿，然后咱拍拼走，拍拼敬拜，却拄着上帝的责罚，这才是上帝的怜悯啊！咱会怀疑啊。我有拍拼，我有意愿要敬拜啊！是安那，他会拄着上帝的责罚，这他会是上帝的怜悯啊！克兰菲德是认为，这个所在罗马书的所在，其实甲希伯来书12章的11节，伫文法上其实有类似的所在，是对人的角度来看。应该咱爱安尼看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咱逐摆受管教，袂感觉欢喜，反倒忧伤。
毋过经过管教锻炼了后，会结和平的果子，行做正直。所以保罗是咧对咱讲，这上帝怜悯有当时会亲像老爸甲老母，或是老师的责罚，当时互人修理，只会当感受到痛苦。总是咱若伫管教的内底记着这个教示，知影迄个管教责罚的背后是痛，咱就会亲像过火的金仔，锻炼成做金，这就是上帝的怜悯。罗马书第9章17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圣经记载，上帝有对法老讲：“我设立你做王，目的是要用你来显明我的权能，互我的名传到全世界。”咱爱知影法老是伫圣经内底是啥物人？伊是迫害以色列人的人呢？伊是迫害残忍的王呢？保罗却安尼讲。所以这是重新改写历史，换一个调整个目镜的方式，帮助咱重新来看见。保罗讲，连法老伫历史中的角色，拢是上帝拣的。所以这搁较会当说明保罗伫遮所讲的上尾迄句话，罗马书第9章18节，做伙来读。这段经节做伙来读吼，罗马书来做伙来读来。所以上帝要怜悯啥物人，就甲伊怜悯；要互啥物人心硬，就互伊心硬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上帝对人的怜悯，毋是怜悯，就是互人心硬。总是人对上帝的完全出对上帝的主权。加里文是安尼诠释这段经文，伊讲一切互叫受气杀的人，目睭无看的外在事物，拢是上帝受气的工具。就是人的目睭看无迄个，这样代志会互咱受上帝气杀啦。这是上帝受气的工具，甚至伫人心内底有影响力的撒旦，嘛是上帝所差遣的。所以，当咱目睭若看无，心内底留撒旦的声，留迄个，其实撒旦的声通常拢真很诱人啦。撒旦的声会亲像哦，迄看起来真水呢，啊无搁偷你者好啦。拢这吼，1897年，高更这位现代真出名的画家，伊伫大溪地。迄年的3月，伊经历伊的查某囝死的痛苦。然后高更这位当代艺术家嘛，一直受到梅毒甲目睭病的折磨。迄时，搁散搁破病的高更，伊想要自杀。伫这个进程，伊画了伊画出一幅图，这幅图是伊生命中画过上大幅的一幅图，即摆放伫波士顿的美术馆。上大幅的这幅图，然后这幅图后来也是伊生命中上出名的作品。这个作品叫做《咱对倒位来》，咱是啥物人？咱要向倒位去？欢迎咱若有机会当，即摆免去到波士顿吼，上网路就会当看到这幅图。我袂当秀出来啦吼，因为这有限制吼，所以我袂当互大家看。咱欢迎咱会当去看。
这伫1897年迄年的12月完成，用大溪地伊所生活的所在做背景。照画家所讲，伊是直接画伫迄个绕佩佩的粗的布顶头，所以表面看起来真粗。这幅图高根后来写批互伊的朋友来描述这幅图，伊讲这幅图其实伊是将伊困扰伊生命中的三个问题画出来。这三个问题就是这三个问题啦吼。然后咱要对倒位去，是用倒边的一个真奇怪的鸟仔，做一个象征。这个真奇怪的鸟仔边仔搁坐一个这要死的老妇人人。咱是啥物？高跟是画当时伫大溪地当时人日常的生活。然后中有一个人伫遐挽迄个绳仔，所以有可能有人是安尼讲，检菜是象征人活地的时阵会欢喜，咱咧挽绳仔的时阵真欢喜对吧？哈，咱对倒位来，照高根的描述是伫这幅画内底。的背景有一丛树，一丛树内底伊画两个人，迄个黑黑暗暗、样样要看无的两个人。伊讲这两个人其实是伫智慧树的边仔，顶头放知识所造成的痛苦的笔记，所以这叫做咱对倒位来。事实上，有人咧猜测高根的这三个题目，有可能是伫伊细汉伫法国的学校内底上课的题目。咱也知影，即摆法国高中生爱考哲学。咱知影，我毋知影，咱大家知无吼？高中生爱考哲学问题啦，哲学考试，高中生爱考的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因爱真细汉的时阵，都爱开始想人生要紧的问题。所以这三个问题其实是真大的问题，人生要紧的问题。总是对基督徒来讲，这三个题目其实拢有共一个答案，就是上帝拣选甲怜悯。因为上帝拣选甲怜悯，咱对遐来；因为上帝拣选甲怜悯，咱有咱现在的生命甲生活；因为上帝拣选甲怜悯，咱知影咱要对倒位去。所以这叫做这三个题目，是对基督徒来讲，拢有共一个答案。上帝拣选毋是无这或是迄的选择，是伊对怜悯甲稳定的坚持。伫伊的竞选内底，并无计算。我若竞选这个是毋是会对我较好？无，伊无计算。只有伊伫咱的时间内底施行的拯救甲创造，所以无任何一个族群甲阶级。也无人会当，逐人讲我家己有保证互上帝怜悯拣选的条件，无，总是嘛共款，无一个阶级甲族群会断绝伫上帝恩典以外，这就是伊的主权，这就是上帝的拣选，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相信你是竞选阮来跟对你脚步的人。主，求你伫你的怜悯下面，
阮当然为着遐个也未信你的人着急。总是主，阮知影，这也是你的竞选，也是你的怜悯。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真正知，阮只是真侪人中的一个尔。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知影，无凊彩去定罪，也知影阮爱时常活伫上帝恩典甲怜悯中。因为你知影，阮时常凭着家己的意愿奔走，无共款，缀无共款的神来哭行。主求你怜悯阮的软弱，求上帝也带领，互阮真正伫你的路顶头，领受着上帝完全的恩典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